我相信唔少朋友都同我一樣啦，經常要對住電腦做嘢、睇手機，一用咧就用幾個鐘，搞到條頸同膊頭咧都又攰又繃緊。咁我最近咧又試咗 Kusa iRelax NS300 肩頸舒緩按摩器，我覺得咧佢設計都幾有心思，又容易用，效果都幾唔錯。所以今集咧同大家分享下我用過嘅體驗啦。首先講下佢嘅操作啦，所有掣咧都係集中咗喺機身嘅右邊嘅。戴上條頸之後啦，右手可以順手就摸到開關，唔同嘅模式、加熱掣同埋3種速度㗎。佢特別咧係有6個直膠按摩頭，摸落去嘅時候柔軟有彈性，呢種材質比起硬邦邦嘅塑膠更加有親膚質感。按起上嚟唔會死實實，好舒服。加上咧佢有4種嘅按摩模式，兩邊嘅按摩頭可以做出同步或者係分開運作，而且按摩頭仲可以根據你自己嘅體型調校角度，按落去嘅位置就更加精準啦。我個人覺得最方便嘅咧就一定係佢個無線免提嘅設計，因為平時做開嘢好忙，未必有時間專登去按摩。而家有咗 NS300 按摩機，我就可以釋放雙手出嚟，一邊打字寫稿，一邊咧享受按摩啦。佢有15分鐘嘅自動定時，呢一點咧，我覺得係最重要噶。因為有時按摩得太耐咧，好容易唔記得咗時間。用咗呢個功能，每一個循環完咗，佢就會自動停機，時間拿捏得相當之好，避免喺同一個部位按壓得太耐，用落咧都會安心啲噶。加上佢個摩打運作嘅時候咧，低過40個 dB， 喺屋企或者 office 靜靜地咁樣用咧，都唔怕嘈到人啦。除咗頸位，佢其實仲可以按埋腰同埋手嘅。咁配合埋石墨烯加熱嘅功能，對於舒緩肌肉疲勞真係幾有效。用耐咗，佢個按摩外罩仲可以拆出嚟清洗，保持翻乾淨衛生。充電非常簡單，用一般 USB-C 嘅充電就可以噶啦。而且電量都有2500個 mAh， 充滿一次電就可以用到90分鐘。每日用15分鐘，真係成個禮拜都唔需要叉電啦。總括嚟講 ，Kusa iRelax NS300 肩頸舒緩按摩器俾我感覺咧就係簡單易用，設計好有心思，尤其是仿真人手感度非常高，捏起上嚟嘅時候真係好似一位按摩師捏緊你膊頭咁舒服噶。雖然佢唔係一部咧專業嘅治療按摩機，但係作為隨手就可以攞嚟用嘅一部舒緩工具，佢嘅質素絕對合格有餘噶啦。最後同大家總結一下佢3大嘅加分位。第一就係佢柔軟度啦。真係比一般硬邦邦嘅塑膠頭咧舒服好多，柔軟有彈性得嚟，又唔會傷到皮膚或者係骨位，係一種好溫和嘅深層次放鬆。加上仿真人手感度高，按膊頭嘅時候咧真係一流。第二咧就係佢嘅方便性，操作個掣全部喺晒右邊，一撳就可以。加上咧無線免手提嘅設計，同埋15分鐘自動嘅定時，你完全唔使分心咧睇住部機，真正完美釋放雙手，做住嘢嚟按咧都一樣咁放心。第三咧就係佢多功能，唔止可以按頸、腰同手咧都一樣照顧得到，而且外罩可以拆出嚟清洗、清潔衛生都幫你考慮埋，真係超細心啊！如果你每日放工咧都覺得肩頸繃緊，又或者最近想選擇一份實用嘅禮物送俾長輩，今次 Kusa iRelax NS300 肩頸舒緩按摩器絕對係一個性價比高嘅選擇啦。Kusa iRelax NS300 肩頸舒緩按摩器建議零售價就600蚊都唔使。如果你對今集嘅產品都有興趣嘅話，記得留意影片下邊嘅描述，我會將相關嘅資料留俾大家作為參考㗎。嚟緊咧就會有更多嘅家庭電器產品同大家分享嘅。如果你都想接收呢一方面嘅資訊，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講過，拜拜。